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集单集的当中呢，我们要来延续之前有关编曲的相关的内容。上一次我们的编曲相关呢，聊到了我们离开了一下 MIDI 的编曲，我们来到了 Live， 然后我用了很多的台语歌。那么这一集呢，我想要延续上次 Live 的事情呢，我想要聊聊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在 Live 的编曲里面呢，我想要回到很早期的台语歌的世界里面，我想要跟你说，在创作来的有一种款项比较特别，就是譬如说像涂慧源老师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听海，是从作曲到编曲，那是一手完成的。好，那一手完成的过程呢，所以他在很多思考的过程里面呢，会把很多事情想进去。像我自己常常也是属于这种状态，就是编曲和作曲我是一气呵成想出来的，一起就在想旋律的时候，同时连那个乐器的配置啊，想要有什么和弦啊、等等啊，都改已经想进去啊。好，那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另外呢，还有呢，通常如果是把编曲和作曲一起想进去的人，大概十之八九，你可以100%的肯定，他写歌的时候呢，他可能真有可能是用乐器在写歌。好，那么我要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分享2首作品。这2首作品呢，最早期的台语歌，但是里面都有爵士乐的影子，有 blues 的感觉。这2首歌太经典到你一定听过，可是呢，它也经典到你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过它或注意过它。好，它的旋律呢，基本上就是作曲人跟从作曲到编曲一气呵成，而且我可以100%的肯定，它是透过乐器来创作的。第一首歌是这样的ba ba b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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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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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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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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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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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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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da ba da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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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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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u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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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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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 da ba。 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港都雅舞》。好，《港都雅舞》这首歌的作曲者是杨三郎老师，他所作曲的。那么你不知道的是，在这首歌的最原型，它其实呢是一首小喇叭的演奏曲。因为杨三郎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小喇叭演奏家，他留学日本，然后呢，留学完日本以后，他有短暂的曾经在这个中国的哈尔滨当过夜总会的乐手，底下本修吹。然后回来到台湾以后呢，杨三郎老师用他的小喇叭作为演奏的乐器，然后组团，然后呢，有时候会因为club 的需要，他就会做一些演奏曲。除了这一首歌以外呢，还有《茗丽扎龟》，那原本也是一首演奏曲。那么这一首歌原本的歌名叫做《雨的 blues》，雨的 blues。好，那是他的萨克斯风手很喜欢这个旋律，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了歌词。好，所以你在里面你会听到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哈。先讲就是比如说，以前的台语歌，较早的台语歌基本上五声音阶为主要，在那个年代里面，五声音阶为主要，因为迄个时阵的台语歌的创作者真侪拢是这个歌戏还是传统戏曲的人过来写的。啊，就准算讲尾啊，真侪真长的时间，就准算真侪台语的作曲人伊写台语的时阵，嘛是以五声音阶为大多。为什么因为五声音阶台语的音韵比较容易进去啊。什么是五声音阶？就是听起来是长这样子的。好，哆瑞咪嗦啦哆啦啦啦，就是没有第五音、第四音跟第七音，任何一个调都是一样的。好，这是五声音阶，传统的华人的音韵的色彩啦。哈，那但是在杨三郎老师的作品里面呢，很多的七音，很多的三音、五音和四音那些导音，甚至于是一些增减音。听不懂的朋友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 feel 就好了哈。比如说会，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增减音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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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就是增减音的 feel。那在港都夜语里面呢，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开始引进了很多他们欧洲的文化，那美国的文化也在其中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很多欧洲古典音乐的影响，也受到了很多这个美国爵士乐的影响。但日本人在看待爵士乐的 feel 跟欧美人跟美国人不太一样，他们呢基本上比较优雅，比较古典，他们的爵士乐没那么爵士，所以它产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他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演奏曲，你就很容易想象，巴巴巴巴巴哒哒哒巴哒哒哒哒哒啊，如果是用嘴巴哼唱的人。今日又是风雨微微，不会微微，不会，可能不太会这样，它会是今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异乡的都市，可能会这样，因为比较好唱嘛。如果清唱今日又是风雨微微，不会这样子，微微有点难唱，对不对？它会今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异乡的都市，它可能会这样。可是它是演奏曲，所以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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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然后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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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好，哒清唱就不太好唱哦。海风也美，海风，如果是清唱可能会是海风也美，海风也美。海风也美也会比较好唱，对不对？不会是海风也美，你单清唱一下，你就会觉得没那么好唱。海风瑞西发咪，海风也美。好，如果你听众朋友你听到就要讲讲你就想，你就对咧唱就好啊。海风也美，哒哒哒哒，如果你是清唱，海风也美，海风也美，海风也美，都比较好唱，对不对？那海风也美，哒哒哒哒，一个减和弦，海风也美，你看这是编曲人在想事情的，因为他想的是这个和弦海风也美，海风也美，所以
港都要路袂停，哒哒哒哒。如果是我们来唱清唱的话，港都要路袂停，有没有？然后就有点不好唱。如果是清唱，你可能会这样写：港都要路袂停，袂停，不会。一路袂停，跳那么复杂，好，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用乐器来演奏出来的。好 ，OK， 那到这里呢，我稍稍停一下，让大家听一下这一首歌。由吴敬怀老师很早的版本，我不能这很早很早由吴敬怀老师是什么的？伊就是写迄个暗淡的歌迄位无论你怎样要叫美丽，你看有一点 blues 的 feel， 对不对？不就是很 blues。不管春风怎样吹，吹袂是。打把我满腹的魂火今夜又是这就非常 blues 的。除了暗淡的月，巴噜噜哒哒，非常光是清唱也是非常的 blues 的。咱来听这个吴敬怀老师唱的这个那个港都雅舞，各位，这个是编曲和作曲一气呵成的，所以你可以听到前奏呢，就非常的有 blues 的味道，就巴巴巴啦哒哒巴噜哒，巴巴啦啦啦啦啦啦。你光是我哼唱，你就觉得非常的 blues， 然后非常的 swing 的感觉先听一段感受一下。明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顶青青照着水滴印阮的鼻印，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漂流万里，港都也有寂寞眠。你会感受到非常的美的感觉，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平常有在听爵士乐的话，你甚至于会觉得这个 swing 啊，说 swing 是的，有 swing 的节奏我那个老三那种讲爵士，我都讲架子也架子就是日语过来的啦。不过其实你会觉得它这个爵士啊，有一点点又没那么爵士，虽然节奏是爵士。feel 也很句型也很多爵士，但是呢，它似乎又太过优雅有一些很优雅的句型在里面，比如说这样子，你听这样。有点日本，有没有？这里就很爵士，没错。这个也是但是这个
这个编曲是杨三郎老师自己编的版本，然后那里面你会听到一些很黏腻的用管乐来做弦乐，哒哒哒哒，好的，比如说来这里来哈。这里有一个问题哦，你再听一次。好，这里你再听一次哦。好，这没swing嘛，等在这里变了，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哒哒。其实，在爵士乐里面，swing 不太可能会，本来是喳喳喳喳喳喳喳，然后呢，突然间变成蹦恰恰蹦蹦恰恰。它其实通常爵士乐里面不太会这样子做，但是呢，在杨三郎老师这里这样做，我个人比较有一个态度的想法，我是这样看的哈，因为他们在日本，我刚刚讲过 ，Inzaghi 他们受到的影响是这个昭和时代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那这个昭和音乐里面，昭和啊那个时代流行很多事情，什么都要，他们艺术文化很多都要优雅，然后因受到这个欧洲的古典音乐影响，尤其是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的影响很深吼，那所以他们的爵士乐里面呢，其实充满了很多那种古典美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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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它长这样，对不对？可是它又有钢琴会这样，创造那种 swing 的那种飘飘的感觉，晃动感有没有？这种的感觉。那 swing 就是摇摆嘛，那个时代这样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杨三郎老师他另外有一首歌叫《农村曲》（农村 Kick） 的，他有早就出门，里面呢他的前奏，我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节目当中介绍给大家哈，用的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当中的最前面的。然后才他呜喳才这样子哈，这个，所以我认为杨三郎老师他的爵士乐创作没有那么拘泥，他只是要 blues 的 feel， 但所以他是可以在副歌的时候漂流万里又回来，港都也有小，本来是1、2、3、4，然后1、2、3、4，爵士乐就是要1打2打3打4打1，就是有很多切分音啊。今天这一集节目好像在上乐理课哈，但没有，你听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啦。OK，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告诉各位，你听到这个是原版的哈，原版的编曲，这个时候的乐队没那么强。但还不错，还不错，对不对？后来的人呢，开始在这个框架里面不断的有任何版本的改编。那这些改编的版本呢，其实很难跳脱它原来的样子，甚至于跳脱以后是不是有说服力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来让你听听看吼。那么我们就先来听第一个版本，他企图从编曲上去重新改编，然后重新演绎，这是齐秦的《港都雅物》，我们听听看。
前面企图离开布鲁斯的范畴哦，那用大提琴的感觉，好，这是 MIDI 的大提琴。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顶痴痴，照着水滴，引阮心悲。青春男女，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是嘛？哈，第一段完全企图离开这种布鲁斯的感觉，而用比较多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好，那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他还是回到了布鲁斯，而且他是用摇滚布鲁斯的感觉，对不对？刚刚那个我们听到吴敬怀老师的版本是比较 swing 的，但这里呢就是那种 shuffle 蹦蹦吧蹦蹦那种正常布鲁斯的 feel 走了这一段。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顶痴痴，照着水滴，引阮心悲。青春男女，不知自己要行倒。齐秦把这一句做了调整，就变成了后来很多人重新翻唱时候的一个标配了哈，就那一句就要标上去。好，但这个版本呢，你知道布鲁斯这种音乐哈，你加上了用它除了电吉他以外，其他都是假的，都是 MIDI 的，你就会觉得。听得不是太舒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有点落惨啊。如果我们用听觉，刚刚你可能会宁愿听刚刚那个比较老的版本，那种虽然有点传传吼，要么个一种 life 感啊，一种气氛其实是袂歹的，对吧？吼，来同款的一个版本，咱来到另外一个世界，吼，咱来拄啊迄。他依然保留着这个布鲁斯的感觉，只是他离开了这种，他不用 swing 的节奏了哈，他变 swing 就是噔噔嘣嘣，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这样。那布鲁斯会是纯布鲁斯节奏是。今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这样分辨得出来吼，好，但接下来这个版本它不一样咯，它长这样，来自于蔡琴。它有点 fusion， 有点 new age 的感觉，那它会发生什么事呢？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顶痴痴照着水滴，引阮的悲。青春男女，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万里港岛也有寂无眠。所有的布鲁斯都不见了，它变成很抒情，很抒情。所有的爵士乐的味道也不见了，它用一种很现代流行歌，非常的美式的西洋的做法。来诠释这一首歌啊，里面有 New Age 的感觉，微微 fusion， 但比较多的是那种 New Age 加抒情歌哈。这里，海风也美，港岛也有路袂离。超级 New Age 的句型。
经离开了好的布鲁斯，非常非常的远啊！你可能已经袂记你好的布鲁斯拄啊是到什么款啊，对吧？吼，刚多雅有的原型来听一下前奏咧，吼，互你个甲原型个想转来一个。有没有这个 swing 噔嘣？居然这个写歌词的人是萨克斯风手，萨克斯风就一定要占很重要的地位之一嘛，对不对？后来这个版本你搁听，又搁是发生另外不同款的代志啊。它的前奏把 swing blues 节奏都变了，原本是刚刚是噔噔噔噔噔，或者1232231232223，它都还在，原本都还在，但是这里呢，1232223都不在了。再听一次哦，它变成这样算，2、3、4、1、2、3、4、1、2。好，秀兰玛雅，我们看它发生什么事。它回来了。它在12334跟12345之间变化。1、2、3、4。路顶痴痴照着水伫阴云的边，青春男女不知自己要行倒回去。终究，他又回来了。刚刚是咚当咚咚。你们如果有一点音乐概念，或听不少音乐，或者有学过音乐的人，你就会想说啊，秀兰玛雅那样呢？今日又是风有微微异乡的都市。他唱的是原来那种布鲁斯的味道的的那个节奏，可是刚刚的节奏是咚当咚咚。而不是咚咚咚咚咚，你还会吓到说啊，你敢对，啊，你敢对？因为如果是咚哒咚咚，应该是今日又是风有微微异乡的都市，会变成这样子。好，原来他在做一种反差，但是他终究还是回来了，而且他回到了非常标准的布鲁斯的状态。是徛在准备讲甲长美丽，真正希冀你我情义线来听分，不知何时会来相见，真情等伴你。海风也美。它基本上跟齐秦的逻辑比较像，对不对？它维持在那种有点小 rock and roll 的布鲁斯里面，然后呢，而没有采用原本 swing 的 feel 在里面。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密，是因为 swing 很多人都没有那么敢挑战。swing 其实非常的难唱 ，swing 非常非常的难唱，它需要的律动是要非常自由的，所以其实我不觉得很奇怪。还有 swing 呢，在华语流行歌里面的有一个观感，大家总会觉得好像接受度没有那么高，所以秀兰玛雅她的版本呢，选择了用跟齐秦一样的路线。好，那到这里你会喜欢哪一个呢？我其实也还蛮好奇的齁。好，但还有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跳很远咯，这个版本真的跳很远。来，陈明章，听到了齁，没有布鲁斯，也没有 swing， 速度变了。这个前奏非常非常的演奏曲，非常非常的国际那种演奏曲的 feel。好，所以这个演奏曲的 style 来进入到这里，行军式、呐喊式。好，对不对？他完全走了另外一条路径。这个路径呢，既布鲁斯，既没有布鲁斯，嘛无 jazz。因为陈明章老师北洋唱 jazz， 北洋唱布鲁斯，一些民谣的哈，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路径。这几个路径呢，我都不会认为有谁是错的啦，我不会认为有谁是错的。我们只能说，用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演绎呢，它都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你看陈明章老师的间奏，这还蛮有意思的。创造了演奏曲风格，流浪感。好，这就是陈明章老师的作品哦。那我很好奇，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喜欢哪一个 style 呢？对于你来说，你听过了原版之后，哪一个 style 会让你比较有感觉？事实上呢，那个伍佰也有一个版本齁。那伍佰的这一个版本呢，它基本上伍佰的这一个版本保留了几乎保留了原来最早编曲的味道。好，那所以我就没有放给大家听，当然你可以上网自己去找啦齁。那我不晓得你会喜欢哪一个版本。我觉得这个港都雅物的原版其实跟 Summertime 有淡薄像feel 有一点像，但我不清楚它是不是有受到 Summertime 的影响今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顶青青照着水面，引阮心稀微。青春男儿不知何时，要行倒位去？茫茫前程，港都也有小无眠。如果是我就会走这个路径，都给你们参考看看哦。下一集单集我们延续着港都雅物，我们要进行杨三郎老师的另一首歌曲。我觉得这两首经典太值得介绍给大家了齁。下一首歌我们要走入的是秋风雅物。它跟港都雅物一样，是台湾早期极为重要的作品，同时呢，也是拥有了布鲁斯跟 jazz 的这个
色彩浓浓的在里面。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拄好讲就讲以有声音这个歌为主的，有啥物歌吼？譬如讲，白牡丹笑文文，遥遥含泪丹青君，这就是最代表性的那种很五声音阶的音乐代表。大想花园一枝春，好，类似这样子的。好，那么下一个单集，我们延续着港都雅物，走入第二个经典秋风雅物。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单集，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然后也把我的节目推给你的朋友，或你可以一定要留言给我的话呢，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那你可以留下你的感觉，你跟我分享你的想法，你也可以私讯给我齁。那如果你一定要在平台留言的话，麻烦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因为太多平台了，没有办法一一去海巡齁，请原谅我眼睛看不见。或者呢，我在内文里面我也都有留下我的 email 信箱，你也可以 email 给我齁。好哦，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单集再会。